好，来继续来看云林县政府伫2轮的夜市举办着兴歌母语日的活动，呼吁乡亲爱重视母语的教育甲文化保护。113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客语组头名的歌手黄志佳伫咧现场演唱客语歌，希望借着音乐，让大家知影客语的美好，进一步来使用客语。 是讲这种漳州的客语，来台湾嘛400多档。云林县政府为着推广母语传承甲多元文化，特别举办兴歌母语日，有全国客家日。透过活动，让民众感受到客家文化，同时嘛增加民众学习母语的兴趣。如何来致力整个客语的一个深耕是我们县的一个重点。客委会委员洪如平嘛表示，目前会晓讲照安客话人是愈来愈少，希望这活动会当鼓励民众勇敢开嘴讲客话，和客话运用。 在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重视这件事情。云林县政府会继续推广母语甲多元文化相关政策，鼓励民众甲母语甲生活甲做伙。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